师，你要出采會懂茶飯哦，哦裡面有帶翻來嘛？冇運用中唔得呢。米濃嘅測試哦，賣幾多東西哦，有雅蓮嘅水餃，哦，真的雅蓮嘅面膜，哇！等下我哋唱嘅連差朋友叫下來食飯呢。對，唔困啊。單套誒，煮喺幾條風嘅就有上面。那有沒有一種可能，不要切它，可以做什麼料理？當那個插花哦。花藝，當花藝啦，花藝，哎，這個很好看。大都會打死人呢。對啦。有個夾心地杯調節最好食咧。溫潤啦哈，冇煮完要親手去買。係哦，親手去買。我要煮完咯。會吹安全，最好食。但係頭版講嘅食嗰啲面絲，例如。呢係自己種嘅得做嘅，炒片椒。這未自己做但是唔乜嘅做開嘅，啊，只會係自己做嘅嘛。歡迎施工冇辦法公拜哦。又好食哦，係，又香又好食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還有現場所有嘅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一家之主》，我係明珠。今日老歡喜哥來到高雄也到位，來到高雄呢，一定要來吃看啊！現場也係菜天人媽媽嘅好面試，故說今日來嘅四個參賽者都係地方嘅料理牛人媽媽，韓國家哋有冇帶來清好食嘅食材哦？唔過對分享到參賽者之前，你先來分享，恭喜你。菜天嘅高雄嘅妹嘅姚師傅，姚妞喊姚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姚霞。沙地咧來分享到嘅係你這個新竹小霸王，分享到嘅係阿珍比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馬上咧，你就來分享到風吹參賽者，佢要兩山咧係兩隻阿嫂，分享到趙天子老少劍子，分享。大家好，分享到南區參賽者，佢係表姊妹嘅趙君子、老風傳子，分享。分享。哇！係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可愛哦！係兩個呢係你行兒欣賞哦。嚟紅推阿姐介紹一下，你米濃有乜嘅好料嘅好食嘅做菜。11月份就盛開有花海，都好就呀咧，嘿，哈嘿，呀葵是葵嘛，現在還在撈法，還沒有開花。啊，哎，再過差個11條，嘿，11條就差唔多，嘿，就喺度米濃客家文物館順便去懂得好料嘅係嘛？嘿，對，那邊就很多。咁你喺度安步條要去幾條邊行路散步嘛？我呀也會散步啊，嘿，也有環湖步道，哦，真的哦，也可以騎腳踏車。來看一下南區咧。你咧就勇敢老師，佢當我介紹一下講，誒，做啲男子嘛，哦，男子有乜嘅好搞嘅啊，好食啊，來好料嘅蔬菜咧。哦，喺屋下嘅身邊都會有一個那個思韻主場館，哦，誒，佢很多國家嘅體育場，國家的體育場，誒，即平常時做得你皮雕哦，做得，誒，喺家中早晨安補嗰度熱氣嘅運動，真勁哦，誒，幾點都可以做運動健康操嘅嗰度，誒，懂法。啊，開演唱會，就五月天嘅演唱會。哦，演唱會專門鬧熱。顧傳吉，你該不會有去 OA？你有去看五月天演唱會哦？沒有，我生日嘅遊戲，我冇去，我冇去啦，係啦，啊生日遊戲啦，我哋冇去運動啦。誒，阿姨嘅可以動啦，5萬4千人。很多噻，那你頭先票俾我給辦到幾啦？頭先票幾下嘅，幾下含情魚喎，佢叫嘅哦，哦，不錯，很好哦，因為國家級嘅體育館。佢一般都開放本體自家用啊。太假做的去運動，係啊，可以去看看那裡很有可看性，很貼心的哦。這個場館，因為一般來講，像小巨蛋啊、大巨蛋，不大會隨時都開放誒。那今年做本體自家當一度你運通，我覺得這真的很棒。係啊，要利用那個嘅木當歸鐵皮打嘅那個玻璃哈，8844片，佢做嘅那玻璃，像鳥巢安嘅，它有一個弧度誒，很有可看性。我覺得高雄很厲害的地方就是說，你看風傳就可以發電，那可以發電哦。它對於高雄有嘅東西，它是這個如數家珍，自家都懂了解，連機器都帶玻璃你就聽。對啊，你是不是還有兼任導遊？冇啦，研究一下。
来个介绍本太家，介绍本太家，都还没讲出来没有？你的小巨蛋底度有几多？对啊，8844片。对啊，哇，厉害呢！太阳能发电板啊。太阳能发电板，对。还有一些能源的利用。我觉得高雄人啊，黑讲对这个东西，按钮真的如数家珍，代表你是非常爱这一块土地的。好，唔过呢，这个按到好料的素材，马上你就来进行天意馆的料理挑战。料理大雕丝，大家顾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美味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雕絲咯！來到南埔，睇下對南埔客家嘅料理有乜嘅印象呢？有乜嘅係菜地醬油嘅東西，來看一下風水南水準備嘅乜嘅美味武器。風水，那風水，招影子，準備嘅秘密武器嘅乜嘅咯？黃梨醬，黃梨醬哦，也係自家做嘅嗎？對，自家做嘅。哎呦，要做好一段時間哦。前後差不多1個禮拜才可以吃，剛可以吃。那一個禮拜，就可以吃的。你用米冇相同哈。你嘅黃梨，乜嘅品種嘅喏？土黃梨。哦，土鳳梨。土黃梨。應該現場嘅大概姐老師都會做吧？是不是南部人必備的一個能力就是做黃梨椒？反應都會做。好厲害哦！準備做嘅料理嘅催名係做黃梨醬炒鴨臉。哦，那你有信心嗎？有咯。黃梨醬炒鴨臉，兩個東西都係南埔客家特有嘅東西，聽得唔得？來，南水一兩啥其實係你行業先生，那就係老師咯嗬。那個老師到底帶來乜嘅好料？因為一去到呢度，出去到嘅梅頭動向，你係乜嘅東西咧？高麗菜乾，自家做嘅，自家做嘅，自家做嘅。咁曬嘅，一差唔多曬幾久嘅時間咧？曬1年就做得，1年就做得咧。1年，睇是陽光，所以是200個呢，嗬，得1天。知道嘅嗰兩朝嘅嗰嚟做，1年是做得咧。好。那個老師，我哋用啲係高麗菜乾嚟做乜嘅料理？高麗菜乾炒三層醬。哦，三層醬，南埔很多三層醬，咩三層肉？就五花肉。五花肉。哦，學習了三層醬哦。眼講三層肉。OK。那個老師啊，你準備好了哈？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咯！加油哈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晒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。3、2、1，看開始咯！兩組呢，感覺起來，你看他們都是有一定年資的媽媽了。古時候家條做出來一定懂好食，對不對？我們一個過來一個呐，好嘞，來咯！風水姐姐。今日乜嘢來報名嘅呀？嚟報名嘅，有客家啲節目好報名，我嗌你來報名啊咧，係都走入來報名嘅。其他今日上節目我建議吹唔落夠嘛？哎呦，全部都吹唔過，都啲咩一樣嘅講哦。好嚟，你一樣嘅來做咧？我見先一來炒肉。鴨臉你係雅福卡嘅？不是，我在超市買嘅。米農嘅超市，好唔好？對。米農嘅超市吼，有賣幾多東西哦？有鴨臉的水餃，哦，真的鴨臉的面膜，哇，面膜，還有保濕乳液。配料用乜嘅東西啊？醃肉，醬豬肉哈。我用醬豬肉，清醬嘅豬肉。根本嘅調味最主要就係用下黃梨醬。對。黃梨醬你做嘅時間有乜嘅特別嘅要注意嘅嘛？它種的不用太多，鹹嘅東西，不用太多就會影響到食材。啊，這鴨不卡師兄吃麼？師兄炒鴨嘅鴨臉是麼？麻油炒啊，油炒也是啦。想到想吃的就炒。我記得米農還有一個唔係鴨臉，白菜，錯嗎？福菜啦，那個它學名叫雪菜。哦，福菜，我哋講下講福菜啦。福菜啦，對，但是它其實是叫雪菜。哦，所以啲米農人那吃得多。真嘅哦，雪菜。對，椰福菜是新鮮的，長得像芋頭葉，
小小的，像那个空心菜，可以特别的哦。胡菜哈，他一般勾带来做料理本下吃。我猜它的炒法也是差不多，做唔得铁球。对，我们炒香油。哎，这就专业了。不过哈，叶吹哈，气管比较敏感的，比较不能吃，会比较会喉咙会痒。对，因为它有细致的绒毛。对，像部位熊桶啦。而且用的呀，今日就准准备啊哈，我哋过来看。隔壁吃的你就该准备好料的啊。你每年都有堂爱嘅广播节目。有。啊老师呀，主持人。老师呀，很多有都好搞搞嘛。有啊，呀，學生嘅會講下嘛。也讀書嘅哦，有18個課餘家庭嘅會啦。會啦，係啊，我好多人都會從頭學。客家人，客家喺台做空嘅就落叫嘅呢，真嘅。係啊。而家3層有成10個係嘛？有10個下係。可是老師，係咪3層有10個時間，嗰本都會鹽就當好食咧。對不對？拍濕。鹽就當好食咧，對。我是每就結醬啊，牛膏啊。那個苗栗咧都結醬嘅，啊人哋都醬酸頭。酸頭都有。那個真的很好吃。可以，家專用做就好嘅，好冇？都唔得啦，有個臭藥嘅秘密武器。也係你做嘅啊？有個愛做嘅，愛這個曬嘅，所以200個呢嗬，都熱出來，做，係只係。啊，今日係咪你來報名嘅？愛報名嘅。平常是有看你節目冇？拜三吼，拜三。對啊，拜3、拜4都有按呢。有啊，有看你的主持啊。粉絲噻，有按獎哦。哎呦，你也不卡走上球啊！我搬到個體育館，國家體育館。你冇偏門哦。好，有先不用係。老油嘛？唔是，一個油是做的嘞。好。唔打油，要再加油。老師，你要出菜會懂茶飯哦。裡面有帶飯來嘛？冇按用裝唔得呢。老師，等下嗰啲菜講嗰落來。啊，攞一下那個蒜頭，辣椒味，啊也控下炒。細條辣椒袂辣哦，加熱辣哦。結果咧，係自己種嘅辣椒味，炒片椒。辣椒味自己種嘅。老師，唔係嘅種嘅呢？啊，煮嘅自己學嘅嘛。2位數呢？2買油哦。但係有種無賴嘅饅頭嘅啊。係幾多饅頭呢？真係有耳蒙，有幾邊，變比以上。扁起來啊！扁起來必須要我用扁都講。那個國語直接翻譯。你要去報名我們昭君跟鳳泉姐的客語班嗎？好。做高麗菜講的是冬天做嗎？一天呢冬天有高麗菜，冬天有高麗菜，蠻好食啦。好，你等下鋪到這來好，仔細。包上咧，雞肉就不用要先滷過嘛？有，要先調油，調油還有乜咧？啊，一是安尼個米酒，一是糖，安尼胡椒粉，這樣子。可是哦，這個決勝負的關鍵啊，兄應該係壓鏈的，不用落些時間呢。炒的時間，因為記得玉涵姐跟我們說10幾秒而已。蝶粉糖哈加調味時間，因為鼓風爐的關係，對，所以它的火力很夠，很夠，所以完成時間就是只有18秒。 18秒加調味時間哦。鳳梨醬不是先標嗎？我等一下。好。哦，我將佢炒。啊 ，boss 叫切切哦。對呀。對嗎？對。我只有鳳梨醬，我就要放了。啊，你唔不用聽到是不是？對，會鹹哦。啊，這鳳梨醬有切細細塊啊，哈。你看其他不用落去的時間，還是硬挺挺的，對不對？那這樣子你要吃一下米頭嘛，因為差不多了。吃米酒。吃米酒。哦。好，這樣就可以了。你又完成了。不是老鹽嗎？應該有一點鹹的哦。吃米頭嘛？不是，
好，那我们这组差不多了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来开饭关掉了，关掉了。好，好的，你要开吗？要叫了哈，叫人了哟哈。你要开吗？好，甜甜的浓，甜甜的浓哈。哎呦，老师，强嘛！特别爱上菜嘞。哎呦，上菜诶。煸煸啊，煸煸安尼插插落。嘿，好手脚啊哈，一下就要很菜做诶。也放几格。两位有做阿婆嘛？有哦。暗号风气啊！做阿妈的，两位孙呢？伊嘛有哦。暗号，刚刚有就无赖嘅馒头嘅啊。还有几赖馒头呢？真有啊，有皮蒙，还有鸡皮，有鸡皮。你要出差孙的好生嘛？哦，quite好生呢，吼，草芽风吹啊，吼，改文班哦，那是改文班。也一定会有逼到，有逼到样会上，对，会上。其实哦，俺看到安尼3000元哦，就想到俺妈妈要做伊的料理，我才是个谈到了啊，谈到了。我才是，你油逼出来个好。老师都好教客家话，会冲过嘛？有哦，真嘅啊，冲嘛个老师，我要去转型儿歌啊，我要出专辑了。哦，好，这里啊，会标嘛个？先一个新香料，一个一系列姜哈。用吗？一个再切一下。老师是很再切一下要求的，对，再切一下，炒米。他一片就差很多。他干你的菜吼就会香油咸安尼，下饭。安尼你唔玩咸啦，唔玩咸。安尼要减油减咸，不减香，要有放到中间就时间都不带。搅葱啊，搅葱啊，哦，好，安尼。好，赞！我们先小火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倒数了。好，我要放酱油。好，调蜜哈。要米子好嘞啊。好，谢谢。烟草马冲葵是都酸。是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呐。第一关，那部卡米西卡真的喽。来到南埔就一定要是南埔菜贴后面是，今日又会有你南埔嘅料理熬人变出好料理，一定能沾的。先来吃吃看呐，风吹嘅料理。哦，现在吃起了。牙脸呢？现在吃起了。哦，刚刚好。懂车耶。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刚好。不是嘞。有那个凤梨酱落去啊，又不有一些酸甜的，唔会单枪係鹹嘅米頭啊，有那个酿造的米头，好冇？啊，有那个王梨酱的米丝啦，有俺的米浓的米头。米丝会甘安尼吼，会纯感对不对？用王梨来炒的。错。你不卡不要用来煮吗？炒两年的時候會用王梨醬嗎？哦，我冇冰王梨醬，係冰安尼泡泡雞呢。哦，藍鋪子，藍鋪子，好，三號來睇下知識佢那南區嘅料理，通常就越煸越香哦，可能都帶有煸到嘛，哈。有酸感，唔單止有煸到，而且煸到肚吼，老睇下嘅玻璃菜乾本身有車肚以外，最主要係因為然後啲。用一些辣椒被提米头丸呢，懂好吃。果粒菜管会感，稍微有一点辣，我觉得啦。哦，俺猫是辣。哦，你怕被辣没辣到这个？对。有個果粒菜管係自己做嘅，一年做一擺，也做去年嚟做嘅。去年呢？好，去年做嘅今年食。今年做過嘅做明年食。哦。也個呢又酸又甘又辣。俺用牙酸那張會上到暗號。哦，所以你哋都咁食。係咩？他呢排睇起來講要來到南埔嘅話，要買下玻璃菜乾。自己不卡正義呢，就做在便當呢來做變化料理嘅。你看兩組都有這個靈魂，一個黃梨醬，一個玻璃菜乾。唔過都帶師傅用嚟評分呢，馬上就來看評分咯。由師傅搶本分數，耶！紅隊得到1分。盧師傅搶本分數，哦，各得到1分。盧師傅搶公平。我先個南區，其實哈，兩隊的米頭做了過後，又有這個媽媽特色的米絲。南區的啲果粒菜乾哈，
过年做的时候哈，就是压得不够紧实。我说必保持给它切出来 Kim 很了，Kim 过很。哦，是哦，老师你们有搞给 Kim 都很。有啊，也主要哦，别个用米嘟嘟好。不过查失败嘅嗰啲推干呢，切度吼冇按好啦。洪水吼也凤梨浆吼。回甘的味道又有做出来，下面哈也做凤梨浆哈，用本土凤梨的人哈不多了，也表现得蛮好的。好，卢师傅唱贡品。用然后前印春系跟妈妈煮的，所以做出来梅头春冻好是啦。哦，你那片最主要是系炒的那切度的部分，因为秘密武器电到冇剩下伊别香的些，佢下一摆是找到油，叫妈你去炒的些。到cái mùi thọ可能會很好好很好香樣嘅啦。好啦，呢部分係這個嗰啲菜乾嘅部分，乾啊、乾啊，春係全國家自家嘅梅頭兩片吼，前幾春做到1號啦。嘿，你按有深入做得來到南部本年啊，就搶。唔過呢，三下來睇下來先看一下，來看一下你南部嘅妹嘅喬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留睇下分享咯。日出太菜。來到南部當然要請你菜市嘅妹嚟做料理本菜市架式咯。用韓師傅帶來嘅料理係乜嘢名？麻油爆菇雞飯。麻油爆菇雞飯，我說佢妹係食油飯嘅嘛？係。哇，又係用麻油嘅？當然咯。按嘢食麻油會錯貨嘛？唔會啦，唔會。好啦，看下食材有咩？食材麻油，無嘅麻油，素蠔油。香油、川耳又叫雪耳，葱的糯米，杏鲍菇、芫荽、姜麻，這個是防土雞肉。好來，我用嚟做咧。我先，杏鲍菇哈，增加這個膳食纖維。請阿斌師傅哈，天數先把這個杏鲍菇煸不一上。煸起來啊！煸啦！不phải是煸，不一樣。他說煸起來必須，我用煸都講。那個國語直接翻譯。你要去報名我們昭君跟鳳泉姐的客語班。照炒是走的嘞。照炒。好，照先炒。長糯米，兩個長糯米。我們已經先煮好了。但你要煎幾久會這樣做煮啊？洗好又好洗好就做煮同煮白飯一樣。最緊哦。唔過有個1:0.9的水。哦，0.9，這麼精準就對了。雞肉嗬，佢盤要給它熟撲啊。為什麼？按用熟材料用個啥？等一下，個好煮啊，個夾啊。但你熟材料還要用嗎？嘛嘅，這個還要用嘛？當然啦，不可以浪費食材呀，不用去刻意斷筋，然後也給去骨了。傳統的麻油雞飯吼，帶骨的，不過吼，也個牙齒吼冇按好，咬下去等一下牙齒吞下嘞，那個植牙很貴。你就要做嘛個麻油的料理嘛？麻油料理，麻油雞飯麻油雞飯你都沒有做過？唔是在中油哈？唔是，等一下看下先。這好像是無油料理耶。等一下先煸紅落，啲香味又鬆落，一擺麻油扔下去。麻油貼啦，會糊糊啦。係啦，中國我會糊糊啦。麻油雞飯重點就係老薑，有個薑麻，我有切泡泡啊。用18麻油，你煸好未？煸好誒，拿過來一下，安子些。哦，這很像是老薑片，對不對？煸到長樣煙，皺樣煙，樣煙好咧。唔過吼，我老薑吼，要先泡泡啊，讓它風乾一下，讓它的水分飄走了。安尼煸吼，個夾。唔過時間的關係，我先煸好誒。雞肉差唔多誒，我控7把麻油下去。麻油要弄幾多誒？先放2大匙。香哦，這米絲又出來。因為我哋看個零差朋友做下來食飯呢。對，你看呐，
翻后诶。煮喺几条风的就有香味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要切它，可以做什么料理？当那个插花哦，花艺，当花艺它。花艺，哎，这个很好看。大家都会打声音呢。对的。安尼差唔多诶，爱从一个调油、素蚝油、一个姜麻，下去一个米酒。哇，过来，拉，嘿，差唔多诶。咩番要煮好嘅哈，冇按到。川耳下去。大夫。等一下吼，一米絲吼，因為吸下去，啊吸過，那你很好的糯米豆奶啊，很好的糯米。給我們看一下嘛。噔，一個1:0.9的水，因為煮紅落要按醬誒，安尼好，差唔多嘅哦。啊，嗌冇工業。哎，冇工業，用鹽，哎，沒有。你看哦，看一下一個姜麻，哎，有吸一個汁液的米絲，哎，有蓬蓬的，吸嘅米絲啊，哎，吸米絲錯，其實哈冇放一個調油的時候，叫麻油雞酒，哎，麻油雞酒的時候放高麗菜、金針菇，哎，落皮咧，哎。安尼雞酒就歸好食的，也個差唔多誒，有看到有一點稠狀了，濃稠度有鬆了誒，哦，也個好嘞哦。哇，一種全部看媽媽都會攪弄翻呢。對呀，然後我們利用也個熱度，把那個糯米，哎，煮糯米，其實攪弄翻哦，動發時間呢。其實攪勻呢，其實唔會，底部有是把油脂啊，趁熱，糯米飯那時候是熱的出來，所以它很快就弄鬆了。那玉涵姐，今天有冇想煮料理？亞嘅料理，嘿，你亞嘅時間要這樣補嗎？其實哦，一高雄嘅冬天其實好熱啦，不過我入面黑皮膚咩，個很熱啦，還要上到補一下，立凍哈，立凍嘅補一下。人家說的搶個零差朋友搶下來食飯呢。對，你看呐，煮喺幾條風嘅就有香味。麻油個香，麻油有筍呢。筍呢。你看那些，這樣子把它拌勻了，拌一下子就掏鬆了。顏色均勻，要給安尼有口誒。看起來都當好食。係啊，點解搶大家食哦？往年來講嘅話，12月份都南部都暗熱嘛。差唔多。哦，需要薄外套，為了防曬而已。哇，還是防曬的外套？是防曬的外套，不是保暖外套。演習耶。好嘞，來本睇下看下。麻油爆菇嘅飯，按油就好食咯。徐師傅按油整嘢要來老太茶補一下，麻油爆菇嘅飯，麻油爆菇嘅飯，太感動了！來，好，本來就感動好呢，好啊，真係好食。麻油去香，1:0.9，1:0.9嘅水，唔好太多，好好食咯。個香，加鹽絲嘅個睇鹽絲哦，加米絲個香。你姜麻是烘了，是不是很嫩？對。那可能是都冇辦法講法哦。又好食哦，係，又香又好食。麻油個香，唔可以炒。也太本就別配樣嚟煮啊，我輕愛煮吼。即個係叫個雞，土雞攞嚟哦，冇雞公嘅哦，雞攞嚟樣香。啊，米濃嘅麻油落下去。先煸雞肉，煸嘅吼，飯米裝下去一鍋煮下熟。
哇，给一听懂后是嘞，也心叫，就按牛老爷周年嘞，系嘛？哦，懂好，我感用先会说的哦。哇，是咧马友的部分料理哦，水饺就是多少果脯，冇是讲咧袂糊啊咧部分，所以因为安姐咧做咧红菜哦，顺序啊、步骤啊、时间啊、温度啊，全动起啦。所以也是咧哦，还有伊最主要爱糯米饭的部分1:0.9嘛，所以一开始冇煮到按个按腌，吼，因为佢หั่的虾鱼，条虾有一点重，有米酒嘛，米酒虾鱼佢หั่袂绝水啦。因为讲条先是煮到长远的这虾鱼，然后煮到个米酒个汤汁的部分呢，所以可能会绵绵，佢要掌握的很动口。这个生起来就提供也不会过热案呢。不管姑说这个是南部才能这样吃，因为南部会过四都用部会发生影响黏黏的哈。好了，关于了啲料理呢，两组的妈妈都会做哦，该有某样嘅改东西，还有一些小技巧的一些改变这样子。啊，唔过头前呢，一毕业马上出来金行最杯米馆嘅挑战，百变料理网。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底度，用自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将係比美食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乃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誰來上菜了？來到南部呢，聽落看啊，到底乜嘅係菜天嘅一天會食嘅食材，含甲糖講呢也地圖嘅也食材哦，佢係也嘅婆媽都好嘅，而且只有得米濃章魚味哦。答案已經很明顯了，錯噶，米濃章魚味，特有種。好，來看一下到底係乜嘅？鴨臉。可是鴨臉呢，剛才你鳳姐姐姐有拿來炒嘅吼，啊唔過到底做得有嘛變化呢，師傅？哦，都得做耶鴨臉的麵包。哦，那就蛋糕糖有賣啊？蛋糕16年前有做過。哦，唔過那一間麵包店我數紅了，那時候太早做了，太先進了。哦，冇人買。真嘅，你走得很前面，走太前面，对，先行者。可是你猪鸭给做面包真的很好吃，取代葱花，对对不对？因为有些人不敢吃葱，对，因为有辛辣味。您看那边点头如捣蒜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觉得哈，那个葱花面包也可以变成是香菜面包，一定很好吃。不要吓他好不好？鲁师傅知道有吗？变法嘞？我感觉做个馅料，像爆水包的哦，取代那个包水饺啊，还有鸭脸最高，都取代个水挑丝啊，对，这炒有冇炒像苍蝇头一样的？对，哎呦可以哦，做个崩盘的。对，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不要切它，可以做什么料理？凉拌就对了。哦，凉拌，哦，可以当那个插花哦。花艺，当花艺啦，花艺，哎，这个很好看。那都会打水银呢。对啦，好啦，总共呢鸭臉呢都到牛了周邊發，一般來講就是要快炒嘛，對不對？不過三下來就會逢最要南區發比創意咯。頭前一畢業，馬上就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上到鸭臉呢都在做的有嘛變化呢？來先看一下紅隊咯。OK， 紅隊嘅媽媽。點不要做乜嘅料理哦？水蓮天婦羅，鴨臉的乜嘅？羅鳳羅片，啊個鴨臉的天婦羅，嘿，紫菜地瓜。哦，鴨臉的甜不辣呢？好啦，我身為紅隊永遠的隊長，還是要問一下，紅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來，咱哋呢度兩個老師，你用水蓮嚟做乜嘅料理咧？豬肉爆鴨臉，豬肉片，然後佢建起了，對，哇，那個建起了，該不會就真的是一刀不斷吧？哎，一個創意料理，完全沒有切斷的呢。有，一件一件，我就溜有了，啊，包一人，哎，動期待。好啦，那我身為藍隊的兼職隊長哈，來問一下，藍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正經的拼咯，因為頭前太去他拼輸嘛，拼輸贏就會贏了哈。馬上來，都算
3、2、1，开始喽，开始。我的手指太多出来了，还有吗？你是不要10吗？嘿呀，他会倒数太久。我的跑太久，白飞了。好了，看一看，耐心啊。好。姐姐，你今日的主打菜色就会鸭脸的哈，嘿，主要都鸭脸的。你是要做给你破吹的吗？能讲破吹啊，能讲天妇肉，系冇炸天妇肉。该怎玩袂挑食嘛？炸的咧吼，生腌的啦，佮爱吃啦，佮唔会讲啊，安尼个挑食啊。又有安尼个红萝卜，又有安尼个紫色的地瓜，又有强色的安尼个鸭脸，刚好有营养都均衡。不说呀，嘿，雕吹色番薯，嘿，紫色的，紫色的番薯的，有安尼个紫色的那个花青素啊。这有讲的番茄啊。小番茄哦，就是那个陈蜜番茄，那个超好吃的。米农的特色哈，就是我种的。哦，你妈该都有种哦。没有，我喜欢种菜啊。可是姐姐你都头摆有选都妈该地方上班呀？我是做护士。真的？对，你是护士哦。对，护士阿姨耶。你还推起就中岛的东西啊？你有还吗？花花草草这样子啊，就种一点菜，嘛可以吃啦。障碍时间油温很重要。鸭脸呢会不会水分很多啊？鸭脸的底部的水分几多？哦，障碍时要注意一下。对啊，对啊。安尼做对啦，安尼。啊，姐姐问一下，你的tomato做乜嘅喏？我摆设诶。哦，摆盘，摆盘。把米农的特色又摆出来就对了。你先过去，等下都上来哦。好，谢谢。你来嘞！哦，我来包鸭脸。等一下，昭君姐，你其实是美劳老师吧？哦，不是，她是多才多艺。漂亮哎！她也是多才多艺。那你要煮牛腱都要用一件呢。好，来，还有个鸭脸哈，调一些米丝康，蒜头、海盐、罗蒜头。哦，蒜香海盐，好赞哦！你啊冰到该送诶，该18调米。主用有调米嘛？冇，会调味酱汁淋下去。啊，近排主用诶，嘛个主用咯，梅花肉。夹心，夹心就是梅花肉。哦，夹心又要梅花肉。夹心个调节挺嫩嘅。安尼哦，有讲究部位哦。挺嫩嘅，啊米香嘅吼，味归硬，冇色诶，哎呀调香嘅。我觉得我们的昭君姐呢，你都会切鸭脸，像是在做美劳作品一样。有拿尺寸，对。风传姐，要会包枪收鸭脸的吗？我够较大嘛。较大哦，姜啊鸭脸唔拉咧。姜啊唔拉咧。哦，姜啊唔拉，唔怕给俺顺风很动作呢。我呢啊。甲白同好油啊。做嘛该不想要做鸭出菜咧？有特色，冇颜色高，会收颜色。比如看有猪本来笋的是还笋的贵好吃的哦，赶紧贵好吃。一般来说都是猪肉芦笋卷，有没有串烧？对，又该爆葱呢。当地空听下讲个声音，那可能是很好。还有金针菇啊，金针菇啊，那都好多哦。一百块都是鸭脸呢。对，鸭脸就是美浓的特产。要个夹心底部的调节，挺好吃的。分软啦哈。冇煮完就要亲手去买。哎呦，有煮完亲手去买。那有煮完哦。会吹，挺好食。但是台湾讲咧，食嗰啲米絲，例如。这个系要切切哦，电脑可能比啊葱啊那个可能口感很好。它有口感哦，又不会有那个辛辣味。龟贴片呐，龟贴片哈。好，咖喱等下都转来。好，加油啊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很香哦！跟你讲的菠菜啦，你不怕油嘛？改东西哈，切的哈是焦焦的，最主要是你系混撈亂，這些比例好。哎呀，你都別鋪啊！吼，是講，從大概有冇把工商的時間擺下，有冇用泡菜呢？要難鋪開那個人工也是摘啦，吼，人多因為你炸番薯的啦，那雕菜的呀，味啊，嘿。其實這很有創意耶！一般鴨臉應該講泡菜唔會加鴨臉嘅，加泡嘅時間啦，哈，你要回炸嗎？
不用，没调盐系嘛？啥一吃都做得的。哎，啊，同样的吼，安尼用安尼萝卜泥哈，它可以安尼个解腻，综合一下嘿。哦，好贴心哦。对，咱怪人上路头有看到个菜头，系个你的白玉萝卜吗？普通的萝卜，普通的大根的。白玉萝卜都用盐配的过后。蠕动式的做菜脯啦对。嘿。然后有一点像个日式料理哦。对啊，所以天妇罗嘅配咧萝卜泥嘅，哎呀，粉冇太多，我常常失粉啦。你也得会上班要动现金呢哈，我动萝卜泥啊，做到悠悠咩，做安那个和风酱啊。哦，所以你的萝卜泥含有和风酱 Q 哈啦哈。Q 哈嘿，对，有的是会煮那个台语酱油。哦，小弟弟，你之前还做马该条路呢？之前哦，在波山，在中国时报报社。你还记得？不是，在推广部。推广部。推广部又做哪个业务呢？哦，电访哦。哇，那个以前要问说，以前那个报纸啊有没有收到啊？服务好不好啊？想不想再订啊？对，各种职业都遇到了，是啊，好厉害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这一道算是蛮快就会完成的，而且我看它炸的其实很漂亮。对呀，更好哦。好，刚才你等一下就来开动了哈。好，先过去叫他们快一点吧。好，那边落后了。还要不要留下来再给你们看一次？对呀，又走得了哦。老师，来哦，抹葵凤啊，老师。有，先小火。太低了吧？刚开机，没有，安内，好，安内，还有，其实我因为我在包派来不及。你还有会落酱料嘛？有，等一下煎好了，纯的酱汁哈，就得炒个那个酱汁，再淋下去。哦，你是要摆盘在那边。哦，你要淋汁。对，淋汁。你要炒嘛个酱料嘞？蒜头、辣椒，还有姜，还有一点蚝油，一点糖这样。哦，煎啊，安尼黄金嘛，你啊，变开啦，好。变开。有孬嘛？含钱，点啊甜，失败。嘿，点啊甜，你特别讲含钱，含钱就是海美，海美。辣时候嘞，它又辣嘞啦。辣，你讲怕工作人员也饿到了，是不是？太个天数哦，要个夹心地杯调节最好吃嘞。我娘啦哈，冇煮完要亲手去买。哎呦，有煮完咯，亲手去买，有煮完咯。那定型的这个给它拔掉。定型来聪明啦。永昌做的每一面章都在剪那种。对，定型的它就拔掉。主要係係些個煎起來個部分，等下去來煎半煙起來樣子。煎菇天那樣，應該拿去。說什麼？你們一待幾多就做幾多，完全沒有要放過的意思。不要浪費啦，不要浪費。我會打算。不要浪費。那你等下炒的那個醬料，最主要那個剪出來的米絲哈，要跟有一些調味嘛哈，牙鏈啊，等下那個油哈，讓佢炒啊，炒醬汁嘿。你叫我放麥酒哦。我水嘛，麥酒要放。那個做日式串燒店的時候，那個要延續昨天的麥酒的料理，紅酒料理。好了，你倒邊，好，你差唔多嘅，等下調醬就 OK。太好了。那挨先來啲多酸咯。好，慢慢嚟的。煙草馬松葵是多酸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嚟試試看呐，最杯麵一罐呢不開料理較真的咯。最杯麵一罐，睇起來呢用鴨鏈來做變化料理，你盤水呢做嘅係泡菜甜不辣，睇起來叫我來試試看呐哦。好，真的謝謝。啲泡都當好當蔬菜，係家又唔會講呀個麵一條盤啊呢，最主要呢係呀個鴨鏈呢有冇？佢就算係泡過後，它還是保持它脆度。嘿，你揾來吃吃藍脆好唔好？再來吃吃看，對的哈。好吃哦，好吃。你整件東西，呢度嘅雅典嘅可能你包到有呢度嘅關係，因為保持下嘅車圖案。有香米，吃起來
还不错，很好吃。崩饭拄好啦。对啦，崩。按那个猪肉吼，像鹹肉安尼啦，烤肉樣的，佢香啦。脆脆，安尼，超好食。但係頭先講嘅食嗰啲米絲，米露。爆豆地袂卤的，燕豆因为够熟啊。雅典的变化其實同多，睇清下做發表嘅創意。如果民主講嘅呢無算，我等一下馬上請師傅來評分咯。邱師傅搶分數，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再下來請盧師傅搶分數，平手。邱師傅先搶公平，風吹的料理幾好食，耶雅典的車都吼又做出來，真是好食。啊，耶調味吼，耶和風醬吞到配咧吼，解膩。南區呢，耶鹹度吼，麥酒的料理咩，耶香度吼，車都有表現出來。啊，尊明師傅，跳下鹽過吼，該順挑戰吼，做得要變下來只味道要蛋糕，樣子會平均。唔會講變到該材料嚟，你挑天然嘅，可能東漢後背底下是冇嘅，但是你做得要變下一些味該順挑戰，然後水蓮變下一些演起來，因為大地嘅hand圖可能是會好平均嘅。咁你咧就用咧兩下一鋪，其實當你去鋪到嘅熱鏈吼，意思係實際該切切該有感覺，去到該分種，或是咧切切，這是建議做得。大概分醬啲袂如，做得用點點胡椒粉、胡椒鹽，不給又鹹，不給又因為那些東西先要又鹹，所以是都又甜，用啲鹽或是用啲湯，做得到貴下東西嘅食材嘅味咧，就會很好提升，會很好喝。開始教做老師不要破規建議啊，好起來。南北呢做老料理做一些調整，唔過馬上出來頒獎嘞！一開始呢，我就有預感了。既然來到南埔的時間，一定不但是廚師會選擇障礙，主持人也會選擇障礙，因為呢，睇起來實力都係相當嘅。哦，公布成績，兩組都係得到2分，故說兩組都係大頭名哦。先來由於洪水，洪水頒獎，得到前1元的大彩金，恭喜！一道名係得到1500塊嘅加彩金。先來問一下小影子哦，你拜來參加嘅心得，讓辦老太分享一下。幾歡喜啊！要參加一個節目，學到幾多。嚇，你爸爸介紹朋友過來聊嘛？對我呀，那一定的啊。小弟阿姨，來看看他家做嘅上龍料理。他個 PK 一下。哦，間用喊你爸來哦。哦，好，來，目前老師來分享一下，今日來到我哋節目啊，有學教麼啊？有啊，我緊張一些啦，係啦。都來表一下好冇？來咩學習到幾多啊？可以學習拼音。喊你爸做得超人學生嘅來。好，多謝。怎麼了解現在？多謝。南埔有嘅唔單止係熱情呢，行家係層對付客人嘅愛。佢說有請睇住架，不過你全台灣都會行透透，許多人嘅故鄉，許多人嘅城市，日來報名來參與你嘅一家之主。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